不知道这个老式的车才好用。你看停电我也可以插，再到山上没电的地方我也可以插。裁缝车不用电，涨电价也不怕成本增加。客家妈妈算盘拨得精，还响应了节能省碳、资源回收。从衡山国中搜集到要淘汰的古董级车缝机，拿来缝制包包，直呼捡到宝。很多都是工业用的包包，其实因为它们是快速的蒸车，所以它会产生温度，温度之后它就会破坏到布料的纤维，所以它就非常的不耐用。要做耐用、还有设计感、时尚感的手工包包，有20年缝纫技术的妈妈们，原本只会做衣服，也得从零学起。自己做的，自己设计，自己画版，然后从头制作到尾巴选布。对啊，中花黑、树拱周给啊，这些都是手工，这边有嘎子，特别有价值。手工的价值不止在自给自足，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。现在工作不好找，然后如果肯学这个，在家里可以加减做一些东西啦，然后可以对外窗口可以有帮你贩售，也不错。以九赞头文化协会为基地，用花布的创作去发想。2011年打出品牌，要加入市场竞争，品质就得经得起检验。当然，手工制作的部分它会有一些误差，所以就会这样子去量，它是不是这条线是不是直的？用游标尺严格建立标准化，要求每一条线的距离、针目间距不能落差太大，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包包的耐用度。把自己当消费者去设想，才能建立口碑。影响市场面的部分呢，可能我们就会将客家花布搭配上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去做搭配，然后让它影响更多年轻人可以去接受的商品。同心协力，从美丽的花布包出发，协会有使命，而妈妈们也想传承，让更多人有一技之长。上课喽！呀，做下黑手工做嘅，特别有价值。呀，做下黑手工做嘅，特别有价值。谢谢宗仪老师。